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在11长假的第一天，我们为您播出了《桂子飘香》尹桂芳流派专场；而在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为您准备了另一场尹派演唱会，那就是尹桂芳的弟子尹小芳老师的承上启下一代传人尹小芳尹派艺术专场。作为尹桂芳老师的亲传弟子，小芳老师代师传艺，粤剧名家毛维涛、赵志刚等都曾从学于他，而承上启下也正是尹桂芳老师对于小芳老师最大的肯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欣赏这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演唱会。今天一代传人尹小芳艺术专场如约而至，一批和尹派艺术有着一生之缘的人，以粤剧的名义重新相聚在舞台上。小芳老师就坐在后台，此刻他在想着什么呢？或许年逾古稀的小芳老师心静如止水，唯有恩师送给他的小芳爱徒承上启下8个字从心底渐渐地透现出来，久久的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大家一定记得1979年尹桂芳粤剧流派演唱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盛况空前。当时年过半百的小芳老师已经离开舞台20年，但他不负恩师尹桂芳的钦点重托，以扎实的功底和精准的人物内心体验，将长达100多句的探中点一气呵成，赢得了现场万余名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正如著名昆曲艺术家郑传健评述的，一曲探中点使尹派艺术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王清等5位年轻乐女再次演唱探中点，此情此景真是让人别有滋味在心头。我郎自梦，往事历历多心酸，为你不尽言穷。我爱到死尽用功，有小是一个好儿童，青梅竹马有伴。并妹妹与我爱相共，在小山河边放爱苗，花前月下情意。
人长大，恰将心事寄尘封，爱情长，相思梦，几人了一代来胡风，新婚之乐落不穷，我相信闭门难以用。想到以前甜蜜次，我眼泪已相映，永恒。终身有缘，一二相，家务事都向他。曾记得有了一个小天使，我是满脸春风做爸爸，呀呀呀女都曾想，远远走路家谱花，一见过人小天地，充满欢乐愉快，妻子欢笑结用心，老父有心将小娃，我在也要把事教，武汉迎风在我家，才知道我变得快，跟了朋友去游玩，黄金股票将投机做，鸦片赌博把良心骂，唐舞风流有人陪，美酒行人落无恙，我是流连成灾在指缝里，对了教化哎呀话，妻子可气把我劝，老父心痛将我骂，偷手色才生呀，我句句言语刺痛他，这真是狼心是铁乃为尊，全民太薄是桃花，良药苦口我不听，把离你脸子丢在那天边，
价格皮蛋开，葡萄美酒鸦片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我以为这是花好事情，哪知道背后杀人血不尽。到后来我头肩上嘛没有钱，那堂屋全把心上边，心中妩媚一笔人，一张笑脸比恶脸，从此切出大门外，我到此良心才发言。爱侣望见是亲切，我回呀太是来呀我是此是风，才刚变离，来自余香叹几伤，前无去路，我方回头，回头相差去家乡，虽无面目去见妻女，恰做忏悔去原谅。我家不从心里伤，怕见娇妻一门旁，回到家中气呀惊，看见一片火烧场，我女对终于孩子空此情此情叹凄凉，闻听是老母手上进医院，妻子帮用才他乡，我是心酸无言，千遍回不转往日的天冷落泪
上没法医，妇女二人尽无苦，流落在街头上拉西。孩子外面在路旁走，扶一扶呀太寸情，雪飘飘满天，雪花飞，思眼眼泪落，泪满衣，抢钞票为的是孩子命，故意匆匆蒙好运气，你应该骂你骂得有理，故此生意外无出息，是他们母女从团圆被转身，我在江母仪，在黄浦江边掌声谈不完，才在把去丢是阿弟，全人模样郎堂子，须在烟花配生命，全人模样郎堂子，夫妻恩爱要和气，全人模样郎堂子，都不害人之事理，全人模样郎堂子，鸦片为得张聪明，全人模样郎堂子，劳力我日莫头气，全人模样郎堂子，努力工作为前你，全人模样郎堂子，尊重父母懂礼仪，全人模样郎堂子，身体好啊与是的，全人模样郎堂子，一年二回来。小芳老师擅长以字射枪，以枪传情，声情并茂，韵味隽永。她的表演朴实，却不失多变；生动，却不失风雅。熟悉影派艺术的人都知道，富有特色的影派闲下调，就是小芳老师丰富发展而来的。相聚可怜的相聚，
走进尹小芳的艺术世界，您将能深切地感受到她深层次的艺术魅力，还有那淡定从容的人格魅力。小芳老师在舞台上的艺术感悟力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在小芳老师早期的演艺生涯当中呢，还经常会遇到临时顶戏这样棘手的事儿。当时啊，临时顶戏的人都会遇到观众喊退票啊、降票价啊那种考验。令人欣慰的是啊，小芳老师的顶戏经历中一次都没遇到过这样的尴尬。下面大家将要欣赏到的《珍珠塔》，就是小芳老师在顶戏经历中令她颇为难忘的一出戏。姑母侧耳并非大家人，只以家宝颠沛，苦难忍。从姑母到乡村，你那子和暖最黄情3年3年退3年王从老关情3一空4就在自落的随团从在草不色，撒谎一回难渡身。姑母你那里为自情，自从我父被迎田园财年卷草青，在家天在与人我高楼塔都化灰烬，只因东边起风又西边扫，黄昏扫到
他年逾千岁，想不成。敷衍在来云堂，随家中见母亲忙想起母亲我叮咛，于是万绪要三四层，故母是长，我是小，夜饮不能太任性。想起那日偷情离家门，留下了3捆棺材比娘亲，一对儿孙望聪明，我要算一算来成也成。母亲她一天切了2个半，是天之内切一生，多长一天受无量，他怎能死18天能活命？我若是双手空空回家去，岂非要问我是老娘亲？更何况我只有来的盘川飞，无有回家的路飞人。常言道，遇上无水难活命，我曾无人知，曾破难言，莫奈我从今难遇他
如果说《追念》《钱建姑》《私房》等剧目体现了小芳老师在传承上的奉献，那么《浪子成龙》《张宇竹海》《毛遂自荐》则展现了小芳老师在传承同时注重创新的成就。小姐，你怎么晚不来呀？我实在等到有阴啊阴，雪亮比了黑暗里，好容易爱得远于小离离，为什么我们情愿把心里？我真说一段再公会，小姐来了。妻子俩长老之言来外面，为什么他笑我是个傻羞人？为什么他问我曾我是何意？小姐她的英勇相貌在眼前，他生活之情我难忘记，他要我长坡莫想起，他要我远远再见起，他人人叮咛言真情，他依依惜别不来意，莫非他曾破有心还生意？莫非他言话有意？把情记，对，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张宇呀，张宇，你当真的好傻眼。多年来我不梦见我飘逝那方，空过一文雨来香，都只为只因未得情难空，因此上我念过茶过
下一瓦几元从天降，今日里知道兴风之人做事正，今日里我定要当面问对账，绝不再做傻羞人。等他到来，我也要一月相日梦去望。穷灵啊，我杀生忘事去就行，就得仙姑降我里，今日里沙门道上来自海，家营两人传说大女的为何龙王能相望？云水在急茫茫荡开天松林，到那时喜滋滋苏醒八丈天，定然是心匆匆出海来相见。你岁岁大大离开，我欢欢喜喜迎郎前，我们俩亲亲同宿，夜里人啊，高高兴兴相望吧。
什么？万不见穷理才明。来头是龙王唐僧威，来头是仙姑将我骗，来头是神火。深海底造了心，恨不能自过海水到龙宫。新编历史剧《毛遂自荐》讲的是战国时期平原君和毛遂之间的故事。当时剧本的诞生啊，也非常有戏剧性。听小芳老师讲的是一位业余作者创作的，也是毛遂自荐呢，寄给了当时的上海虹口区文化局的局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呢，这部戏呢只剩下了宝贵的影视资料。今天送征一折呢，就是浙江小百花根据86年小芳老师的演出录像重排的。送
真相来当心。上大夫年迈，你须顾及；小陈营父子，你要常叮咛。你困中传报，千金听我生死剑法，非错也。相敬我身在患难，心在身，心在毛在到处意。看望你早日陪亲父王年，看望你早日亲爱出国去，出京一趟。将军看顾慎重，为相君。浪子成龙是小芳老师继张宇、竹海之后创排的又一影派新剧目。当时已过天命之年的小芳老师克服种种困难，成功地饰演了集童声、苦声、今生和官声于一体的韦应这个角色，在舞台上完整地体现了他对影派表演艺术独到而又深刻的理解。昆曲表演大师于振飞先生曾多次观看小芳老师的演出，并充分地肯定了小芳老师的表演，而且还写下了评语，赞叹她是粤剧小生当中不可多得的人才。表姐叮叮有理，妹子上。见表弟临风又是马郎堂，母亲说接来了表姐好摆档，是这样实话交情，我诚心赏。母亲要你怪我，那你是怎样的怪我啊？几年不见，表弟还是这样调皮。几年不见，表姐你呀，倒有点老气旺财了。哎，表姐，你可喜欢斗鸡？斗鸡？对，我去叫这样，把我的鸡元帅上升将军拿来，我叫你斗。不，我与你斗诗。斗诗？对。我先讲过啥
还是我带你去花园里荡秋千做舞的。走！哎，表弟，天已傍晚，花园赶着再去，还是我陪你在书房读书消遣。啊，消遣还要读书，那可不成。为什么？我有病。你什么病？头痛病。头痛病？对，我一拿起这书本啊，我的头就会痛。我记得你小时候是没有头痛病的。这个病嘛，是我后来才得的呀。表姐，年幼无知少识见，放大教育可眼见。你可知花世界多热闹，真乃外门如房中把数年。因此让我拿起书本头要痛，真记得投机走狗，为了逛街好消遣。说什么投机走狗好消遣？难道你问问等到8年，你可知今日手中不努力，老大伤悲悔无及。你可知人生在世有几年，及时行乐最危险。倘若是事情烦恼是他苦，死了后是我就要找到阎王的。你无来莫不荒唐，一直能够功名前程多罪孽，且恨网络不上进，也不怕郎公子真意。也听一听我的肺腑言，我为家世代作业有功勋，生死险恨苦齐天，有权有势有钱财，为因我今夜肉着死神仙，谁人见了不虚妄，先富后勇不为言，到将来今夕谁人不用红绸，富贵荣华心手养年，读书白卷有用，表姐呀，我俩定从爱是一世爱意恩恩爱相遇。
我今日唱的是举家门，不是尘飞天北闻。想当初一场不喜值千金，到如今方知一文非小说。想当初我养尊处优心怀乐，到如今方知民间有些苦。想当初我荒淫无忌七八岁，到如今方知百姓恩义多。逢日诸生恩难报，姑娘有难我当救护，我定要恳请表弟来相助，官员赴讨与讨婚。飞龙图，上水碰飞龙，万事就是用。初次见图当儿媳，今日见图，你论哟，会不给父母教诲不听从，会不给吃喝玩乐人浪荡，会不给好意恶老真多重，会不给是虎棒狗争取风，会不给这两眼当作耳边风，会不给轻易抛下飞龙图，会不给把清晨夜晚空断弟弟呀，民间有事一起梦，今日对肚里事，当清晨从不为太太混过要成龙。
久，毛维涛为了在今天的专场里出演《望子成龙》《雪地一折》，又重新观看了小芳老师演出的录像。20多年过去，画面上的尾印栩栩如生。当时已经54岁的小芳老师出神入化地扮演了一名17岁的少年。他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他高超的舞台技巧以及炉火纯青的技艺。而且毛维涛从小芳老师身上看到了极为可贵的特质，那就是小芳老师是一位正在努力寻找着个人魅力和流派特色最佳融汇点的表演艺术家。小兄弟，暖暖孙子，你就是那个上师傅的公子？哼！平日里依仗不思，强抢民女，欺压善良，今日果然当头抢太过了用场，就像一人逃跑，滚出去！小。天哪！天哪！
逢人自身从耳旁，到如今家谱人生色一旁，天地今夕我梦一场，这叹我青春年华空蹙途啊，过那林头却没用场，分不能及时，腹中空，腹不为沙地心家邦，又不存营生，做工匠更不懂家生富农商。难其他，是一根凡人咽气的汤粉吧。难成啊！饥寒交迫难的呀！创派于1946年的《沙漠王子》，终于在1982年由小芳老师又一次搬上了舞台，而且创造了连演90天欲罢不能的奇迹。说起当时演出的盛况啊，小芳老师是感慨万千。
能把只保留一段唱词的《沙漠王子》以完整的舞台样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当中饱含了小芳老师对光大影派艺术全部的心血。我告诉他，一字不卷半生恨，对话于是对理。我告诉他，十望红颜去相思，也得远远诉归期。告诉他，八方去。千里奔波都是你，告诉他已经停下理应话儿情，不曾随他自在意。告诉他只等光复长远把生存，一里呀，我与你花开并蒂永不离。弟弟，你到底在哪里呀？在哪里？
风不起，心倦不来。等我年生命，不忘这我连生来离过时，要送真家邦。到夜还送神功，九尊为上。一声声悲家寄阳，一阵阵寒风送月亮。一缕缕愁丝，寄不断，一重重心事，天愁长。十什么鸟盘世间月团圆？为什么不早人间引人伤？十什么人无心月交集？为什么不早恰巧渡牛郎？是什么比天是心月儿因为什么不早地谁好放？
漠王子的每一幅画面、每一段唱腔，都深深地镌刻在小芳老师生命的轨迹上，而且奇迹般的定了格。现在我们欢迎小芳老师带领毛维涛、赵志刚、王君安联袂为我们演唱《沙漠王子》里的算命。忠心。
两心相依定白首，真乃是天下一人无不善，正从身中分两头，襄阳明年春来时，笑比从容。王子桥上白沙坡，这建设做八年头子，来龙龙风路后，天翻地覆归深州，王子两眼快不见那公子。真是爱我之中情浓鸳鸯偏照夫人王子他佛国重返去皇宫，盛宴桃花心悲伤，世间衣裳空门旁，到夜里坐上相思忙，一觉醒来浮生阴影离人欲照魂长，他只有一曲故的悲往事，只落得今生凄凄心。
娘的当。于是他叫张给拜李国通，风餐龙说不阻挡，但听把那北沟唱为赵姓公子飘啊是放找到了王子，那王子他是千希望万希望，真希望找到公子同人上，谁知道相见夏日不相识。大家，谢谢观众朋友们对银派艺术的热爱，谢谢朋友们对尹小芳几十年来的鼓励与支持。但愿粤剧银派能够成为观众们高山流水、知音同乐的艺术。
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局颁发的国家杰出艺术奖的荣誉证书。从少不经事到年逾古稀，小芳老师的今生今世都与影派艺术休戚相关。我们已经很难分清楚，到底是影派艺术成就了小芳老师的今天的成就，还是小芳老师已经与影派艺术融为一体了。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我们由衷的敬意。神枪是从百年风尘，深情苍苍乱了昔人的魂灵。一代传人迎小芳艺术专场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观看，再见。欣赏完了承上启下演唱会经典回眸国庆特别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7天的节目始于影派，而终于影派，而承上启下这4个字，我想正是最好的代表了传统艺术的代代相传。在